TT 10萬個點解 YouTube.com/TTTime。 大家想我下期解釋啲咩嘢？歡迎留言，鍾意嘅就讚好分享，唔鍾意嘅就留言俾意見。為什麼蜜蜂會識人？蜜蜂識人依賴特化的戚針，戚針是蜜蜂的產卵器官演化而來。工蜂的戚針連接毒囊，識人後毒液注入目標體內。戚針有倒鈎，刺入後難拔出，蜜蜂識人後會死亡。這種自我犧牲與蜜蜂的社會性生活密切相關。蜜蜂毒液含多種蛋白質，如蜂毒、磷脂 A2 等，引發疼痛、腫脹和發炎。對過敏者可能致命，但對大多數人不致命。蜜蜂識人出於防禦本能，工蜂保護蜂巢、蜂后及儲存的蜂蜜和幼蟲。蜜蜂識人原因包括保護蜂巢，受到驚嚇或壓迫、環境刺激。蜜蜂釋放警戒費洛蒙召喚工蜂防禦。蜜蜂識人是因為認為自己或蜂群處於危險中，是利他行為，旨在保護群體生存。蜜蜂識人後死亡因戚針倒鈎設計，戚針刺入皮膚後卡住，蜜蜂飛離時戚針和部分內臟被扯出，導致致命傷害。這種防禦方式在演化上有意義，保護蜂群的整體利益。蜜蜂識人頻率與環境因素及人類活動相關。炎熱潮濕天氣、食物短缺、人類干擾等可能引發蜜蜂防禦反應。農藥干擾蜜蜂神經系統，使它們更容易受到刺激而識人。蜜蜂提供重要生態服務，如授粉和蜂蜜生產。蜜蜂識人是防禦機制，避免被識的方法是保持冷靜，避免快速動作，保持距離。被識後應立即移除戚針，清洗傷口並冷敷。蜜蜂在文化中象徵勤勞、合作和奉獻。古埃及視蜜蜂為王權象徵，基督教中蜜蜂與純潔和秩序聯繫。蜜蜂識人特性讓人敬畏。蜜蜂識人是生存與保護的結果，提醒人類尊重生命。蜜蜂識人是防禦本能，根植於生理構造和社會性生活方式。戚針倒鈎設計、毒液成分及對威脅的敏感反應促成此現象。理解蜜蜂識人原因有助於人類與蜜蜂共存，欣賞其生態價值。